台南西北地區規模最大的文化建設——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，正以肉眼所見的速度一步步接近完工。市長黃偉哲在就職滿7週年之際，特別前往視察。它是2棟硬體建築物以外，它的內部的設計以及它的採用的科技，更是讓人耳目一新。其中機器來這個檢索書這個藏書，這個是全國最先進的。國圖南館佔地超過6000坪，典藏容量可達1500萬冊以上，將成為台灣圖書典藏體系新核心。同時，也規劃作為南台灣圖書資訊專業人才培訓基地，以學術專業的全齡閱讀博物館為定位，回應不同年齡學習階段的閱讀研究需求。有台灣第一個兒童及青少年文學史料中心，名人作家的手稿，或者是呢研究者他的手稿、他的記錄、他的一些歷程，還有一些書畫等等，都會來到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，讓知識真正走進市民生活。國家與地方圖書資源也能一站式借閱，服務對象不僅是大新營地區，更可以擴散至雲嘉南等地。周邊交通改善與公共設施也同步推動，工程預計115年8月完工，屆時將成為閱讀新地標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